好。和你一样，在爱的天空飞翔，和你一样，最害怕冷漠的眼光。我们都一样，害怕自己只为爱而忙。万里无云的晴朗，在你脸上。非常特别好听的一首歌。李安，请教一下，你是第一次唱客语歌吗？公开表演，我觉得应该算是。那平常也不能说闲暇，就是私底下，顶多就是客家本色。有没有什么困难度？会不会很困难？第一次唱，我觉得还蛮困难，因为我本身真的不会客语，所以完完全全不会。歌真的唱得很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唱得比我好，谢谢原唱编的这个摇滚版本，谢谢。你知道他们的团体哦，天莫简单哎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考试进来的，而且你知道考试资格是什么？考试资格是要参加全国的比赛，有前3名才有资格进入考试。难哦。真的是全国最精英才能考进去啊！哇，真是不简单。你们是反毒大使嘛？是不是有什么要呼吁我们电视机前面的青少年朋友？不要吸毒。对，真的不要吸毒，这毒品是百害而无一利。对，真的不要。是。好 ，Q B 节目呢，富雄凤仪要强到公益暨反毒大使团队的节目哦，3號呢，就個要強記得來從一條後台歌曲歌名運動嘛，勇往直前行啊，那也是我寫的嘛，非常感謝你的翻唱。好，各位運總。